Hello， 大家好，今日星期日，主日平安，又係我哋信仰分享篇啦。不經不覺咧，同大家喺呢個信仰頻道嗰度同行咗，真係有幾年嘅時間。喺呢段時間咧，大家會發覺，每個星期日咧，我所分享嘅，除咗經文裏邊究竟點樣解啦，我哋嘅應用啦等等，都反映咗我嘅心路歷程嘅。你諗下，長達幾年，我總會有高高低低，總會有開心唔開心嘅時候。我喺神面前係點樣領受咧？點樣去經過嘅咧？咁過去嗰幾年咧，好多時候如果大家細心啲去聽嘅時候，你會發覺真係充滿住我一啲嘅感情。嚟緊可能喺不多嘅時間裏邊咧，我會暫別大家喺呢個信仰頻道嗰度，不經不覺同大家行咗幾年。嚟緊可能剩翻唔多嘅片裏邊，可能真係藉着經文啦，藉着人物啦，我喺神面前嘅領受咧，真係可以話完完全全亦都係我嘅心跡嚟嘅。今日想同大家去睇一個人物喺舊約嘅，呢個人物咧，好少人去提嘅，但係咧我哋以前母會嘅一個90幾歲個長老咧就成日提嘅。咁啊，等陣間再講啦。咁琴日咧喺網上咧就睇到一條短片，咁就係有一個訪談會之類嘅啦，就在座有好多人啦。咁啊 Celine Dion 咧就坐喺個台上邊，一個應該係13歲嘅小朋友咧，就向 Celine Dion 提問，佢話如果俾你翻得到去即係以前，同13歲嘅 Celine Dion， 你有啲乜嘢嘅忠告俾佢咧？咁樣，咁 Celine Dion 就話啦，當佢同一個即係13歲嘅 Celine Dion 講啦，咁佢就話唔好去執着於你嘅夢想，係要堅持你嘅自己，因為人生有好多嘅夢想嘅，你有好多嘢想做啊，但係當一個又一個唔能夠成就嘅時候咧，咁意味着係咪你嘅人生就冇咧？佢話唔係嘅，佢話反而係當一個又一個嘅夢想唔能夠成就嘅時候，代表住你要進入另一個階段啦咁，所以你要堅持你嘅自己。喺呢段時間的而且確我都各種原因有一啲嘅低沉，得意地。琴日居然喺網上睇到一段咁嘅短片，都有少少提醒，都有少少勉勵嘅。今日想睇一個嘅人物，呢個人物咧就係記載住民數記25章第1節至到第13節。以色列人住在什亭，百姓與摩押女子行起淫亂，因為這女子叫百姓來，一同給他們的神獻祭，百姓就吃他們的祭物，跪拜他們的神。以色列人與巴力昆爾聯合，耶和華的怒氣就向以色列人發作。耶和華吩咐摩西說：將百姓中所有的族長在我面前對着日頭懸掛，使我向以色列人所發嘅怒氣可以消了。於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審判官說：凡屬你們的人，有與巴力昆爾聯合的，你們各人要把他們殺了。摩西和以色列全會眾正在會幕面前哭泣的時候，誰知有以色列中的一個人，當他們眼前帶着一個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裏去。祭司亞倫嘅孫子以利亞撒的兒子非尼哈看見了，就從會中起來，手裏拿着槍，跟着那以色列人進亭子裏去，便將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這樣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時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耶和華曉諭摩西說：祭司亞倫的孫子以利亞撒的兒子非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發嘅怒消了，因他在他們中間以我的忌邪為心，使我不在忌邪中把他們除滅。因此你要說：我將我平安的約賜給他，這約要給他和他的後裔，作為永遠當祭司職任的約，因他為神有忌邪的心，為以色列人贖罪。喺呢件事咧都幾得意，得意唔係在喺呢個慘案嗰度，而係喺當中有一啲嘅細節咧都值得去思考嘅。喺呢幾年的而且確有好多嘢我係想做，
睇見教會嘅情況，睇見基督教裏邊一啲嘅風氣好多嘢，我好想能夠復興嚟到英國，嚟到呢個蘇格蘭呢個地方，好想由呢一度開始做起。不過咧，各種原因總唔能夠去實現。咁可以點咧？真係會有氣餒。但係琴日嗰條短片似乎都提醒我一啲嘅嘢，我唔好失卻自己。嗰啲嘅嘢可以過去，可以唔能夠成就，甚至乎呢幾年我好想能夠有同工、有同伴同我一齊去為着呢一啲去盡心竭力。不過亦都係好難。我呢個人咧嘅性格測試咧就係，其實我係有啲完美主義嘅，然後對於身邊嘅人咧都有一定嘅，即係你可以話苛刻嘅要求啦。咁你諗下，對信仰我係一個咁多多少少一個人執着嘅人，對身邊如果我諗住有一個共同嘅方向，好想大家一齊去行，一齊去為到呢一個嚟到去奔跑，為神癲狂嘅話，咁我自不然對於身邊嘅同伴咧都會有一定嘅要求，好想大家能夠有共同一致嘅方向。的而且確我都唔係咁容易揾到同伴嘅，所以呢條路係會越行你會越感到孤單。今日去睇呢一個人物都幾得意，非尼哈，好少人講到會講到呢個人嘅。以前我哋母會嘅呢個長老咧就成日提起，因為點解咧？因為佢覺得教會即係當然佢係90幾歲，佢需要一啲嘅年青人有魄力嘅，係有幹勁嘅，為着神嘅事拋頭顱灑熱血，甚至乎佢成日提呢個非尼哈。但係我都覺得佢提呢個非尼哈都唔係單止好似佢所講咁，有一啲技術上嘅問題，有啲問題咧，我哋真係好難做到佢咁樣。我哋今日去睇一睇佢難在邊一度。頭先我哋讀咗一篇，唔知大家咧有冇留意？有啲細節咧都幾匪夷所思，又或者係話，亦都幾合情合理啊！即係情理之中係咪？意料之外係咪咁啊？喺第4節，耶和華吩咐摩西說：將百姓中所有嘅族長喺我面前對着日頭懸掛。跟住摩西點樣吩咐？神係講話將所有嘅族長懸掛，嗰度係唔少人嘅，同埋嗰啲全部都係族長，叫做有身份有地位。然後摩西就吩咐以色列嘅審判官說：凡屬你們嘅人有與巴力均以聯合嘅，咁即係講緊啲乜嘢咧？係咪啲族長好多時候其實佢都犯緊罪咧？所以神就咁樣講，要將所有嘅族長懸掛。去到摩西嗰度咧，可能未必係因為佢將神嘅話打折扣，反映住好多族長其實都係犯緊一樣咁嘅罪。然後有一個人去到第6節，摩西和以色列會眾正在會幕前哭泣嘅時候，誰知有以色列中嘅一個人當他們眼前帶着一個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裏去，又係匪夷所思嘅。全會眾連埋摩西，你知最大係摩西噶啦，當其時連埋啲首領，全會眾喺度哭泣嘅時候，有一個人居然帶着摩押嘅女子，喂，當住咁多人面發生咩事啊？你帶住嗰女人走在嗰個弟兄嗰度，即係咪平行時空啊？跟住祭司亞倫嘅孫子以利亞撒嘅兒子非尼哈看見了，就從會中起來，手裏攞住槍，一吉落去，跟住佢哋去到亭嗰度，然後咧就一槍就可能好似吉魚蛋咁。奇怪，居然有一個人當住全會眾都喺度悲哀哭泣嘅時候，你咁樣仲可以堂而皇之光天化日咁樣帶住個女子去犯罪嘅？呢個第一個問題。點解可以去到一個咁樣嘅地步？即係話當其時嘅風氣直情係可以話真係亂啊！第二就係佢真係唔俾面嘅，嗰個人可以光天化日當住咁多人亂咁嚟都得嘅，咁即係話唔赦佢哋嘅。咁當我哋繼續睇落去嘅時候咧，我哋就知道點解佢唔赦。喺25章14、15節嗰度咁寫。
那與米甸女人一同被殺嘅以色列人名叫心利，係撒路嘅兒子，係西面一個宗族嘅首領。原來嗰個人係首領嚟，所以怪唔得知咧，神話要將第4節啦嘛，將所有族長喺我面前對着日頭懸掛。原來呢個係一個首領嚟嘅，係西面宗族嘅一個首領，佢都帶頭去犯，咁即係其他嘅首領啊，係嘛，都可能都係咁樣犯噶啦。咁所以摩西所講嘅咧係有佢嘅原因嘅。第25章15節，那被殺嘅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係蘇爾嘅女兒。這蘇爾係米甸一個宗族嘅首領。真係原來首領同埋有關嘅人等喺度犯緊罪。咁當然米甸嗰個係冇得好講啦，係咪？但問題就係你唔夠膽喐佢啊，所以大家就好明白呢個係真係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嘅。意料之外就係哇喺摩西最大嗰個同埋成村人，全個以色列人都喺度哭泣嘅時候，可以有人做得出咁樣嘅喎？原來佢兩個都係同首領或者首領有關嘅人喎，咁都得？即係用今嘅說話嚟講，冇人喐手喎，又係一個奇怪現象喎。明明神咁樣吩咐，摩西咁樣吩咐，當住咁樣唔使俾面你㗎，咁樣帶住個女子去個亭嗰度，冇人喐手喎。所以難怪真係亂咯，真係佢唔會俾面你咯，因為已經射你啲咩啫？佢係首領，嗰個又係首領，你一喐嗰邊嗰個首領咧，都會嚟到去，即係你可以話兩族相爭啦，等等，哇喺刀光劍影啊，等等咁，越搞越大咁，所以冇人夠膽喐手。所以以前嗰個長老咧就成日提非哈尼呢個人，就係因為居然全以色列中只有一個人佢肯出手，佢夠膽出手。喺今日嚟講，我相信啊，喺唔同嘅教會、唔同嘅團體裏邊，你話係咪真係完全冇問題咧？喺執事會、堂委會，甚至乎喺一個教會裏邊，係一啲有權有位嘅人，甚至乎創會嘅，或者係話係喺呢個社會上面有身份、有地位嘅人、有錢嘅人，喺教會裏邊奉獻最多嘅人，你話會唔會有一啲嘅人俾面啊？今日佢所講嘅俾面派對，有好多嘅私相授受啊等等嘅嘢，甚至乎人情啊等等，會唔會有好多呢一啲？聽聞都有一啲嘅教會啊，有一啲嘅問題啊，即係社會地位都幾高嘅，然後咧就返教會啦，即係喺教會嗰度啦咁。就算係犯咗一啲刑事罪，作為牧者傳道人咧，都係即係不了了之，盡量冚得就冚。譬如有一啲嘅教友提出，喂唔掂喎，唔係啊嘛，咁都得犯刑事㗎喎，咁樣佢都話：哎呀，因為佢軟弱咁樣，你要顧到佢軟弱，弟兄係咁㗎啦，咁樣咁都有㗎喎。咁當然呢啲係太嚴重啦，係嘛？咁但係喺教會裏邊的而且確有好多俾面派對、私相授受等樣啊，搭晒膊頭嗰啲。如果有身份有地位嘅，同樣有好多做法啊欠妥當啊等等，我哋好多時候會唔出聲，不至於去到民數記25章呢度咁誇張嘅。但係就係有好多，過咗去啦。但係如果出現喺一個小弟兄咧，就會將佢化大啦。哇，唔得喎，你咁樣做事欠妥當喎，係嘛？唔識得去顧到別人嘅感受喎，你傷害咗人哋喎，或者話影響大局、影響全體喎，影響團契與團契之間嗰個嘅合作啊、和諧啊等等噶咯。但係如果發生喺一啲有權有位嗰度咧，講都唔夠膽講，掂都唔夠膽掂，甚至冇理據地講唔通一啲嘅道理，都冚住佢。佢係咁噶啦，即係夠，亦都唔夠膽去出啲咩聲。咁就係咁樣。好多時候我哋有好多嘢想做，好多嘢想復興，好多嘢想校正翻佢，但係冇辦法，太多藤楞瓜瓜楞節，太多有權有位呢度首領自己犯嘅，首領嘅女兒去犯嘅，自己嘅家族去犯嘅，咁真係冇辦法。
要做呢個非尼哈咧，以前嗰個弟兄成日睇咧，其實真係有啲嘢漏咗咧。當然你話睇見教會，你作為長老嘅，你梗係想有一啲年青人起嚟有魄力、幹勁嘅去搞掂佢，去糾正佢等等。但係個問題喺當中盤根錯節，哇！好多關係，好多複雜嘅人事，係咪？點做啊？冇人夠膽起嚟一攞支槍過去㗎，淨係喺度哭泣嘅。哭泣可能係大家真係知道犯咗罪，神要懲罰啦。而家其實個瘟疫已經行緊啦，哭泣喺度悲哀，喺啲人一路死緊。另外一個悲哀就係死啦，嗰啲全部係我哋嘅族長嚟嘅，點搞咧？你要面對住盤根錯節，話呢啲咁有權有位嘅人，佢哋所犯嘅事或者係佢哋出嘅錯，我哋點樣可以指出嚟？所以有陣時真係會氣餒，有陣時睇見有啲唔合理嘅安排，唔合理嘅做法，唔合理嘅點，我真係唔想睇，係咪？因為你知道冇辦法，你冇嘢可以做得到，甚至乎你亦都冇同伴能夠睇得見，覺得真係有一個忌邪嘅心，或者話真係有一個為着神嘅心，我哋一齊去復興，一齊去做好佢，冇問題啊！亦都唔覺得呢一啲嘅事情係一件有啲咩大不了嘅事。今日嘅教會咧，通常都係愛心互相補，即係你好我好大家以愛和平等等，通常都係咁。我哋會將一啲人情世故摻雜埋落去嘅時候，我哋唔覺得有問題。有好多嘅做法欠妥當，我哋亦都唔覺得有問題。今日我哋着重嘅係大家和睦，過於神嘅家，佢應該有嘅復興，應該有嘅景象係點樣？琴日睇咗嗰條片，我都覺得係呢啲嘅夢想可以一個一個嘅失去，一個一個嘅唔能夠成立。但係我唔可以失去嘅係自己，唔可以失去堅持我自己喺神面前嗰個嘅執着，嗰一個嘅份。咁當然可能認識我嘅人，可能我哋身邊嘅人可能會覺得執着嚟做乜嘢咧？堅持嚟做乜嘢咧？大家都係咁噶啦。其實菲尼哈可以唔起身嘅，其實菲尼哈係可以同其他人一齊哭泣，已經得噶啦，已經代表咗你嗰種悔改嘅心有一個嗰種同理心，因為要死啊嘛，一路大家都有要死人啊嘛，係咪？要殺晒啲首領，梗係喊啦，係咪？有一個悲哀，為到佢悲哀，為到佢家人悲哀，係咪？喺呢一度，今日我哋睇一睇呢個菲尼哈，其實唔容易。去到詩篇嘅時候，106篇28至到31節。雖然唔容易，當呢一個人堅持做返佢喺神面前嘅嗰一個人嘅時候，喺28節，他們又與巴力、昆爾聯合，且吃了祭死神的物。他們這樣行，惹耶和華發怒，便有瘟疫流行在他們中間。那時菲尼哈站起，刑罰惡人，瘟疫這才止息。那就算為他的義，世世代代，直到永遠。喺神嗰度，神紀念。究竟邊一個人愛神？正如有聖經所講，若有人愛神，這人係神所知道。我哋每一個人，當然我哋都喺唔同嘅歷程裏邊，唔同嘅階段裏邊。無論我哋係初信又好，無論我哋係老信又好，究竟我哋向着神有一個乜嘢嘅心？有冇一個灑脫嘅心？有冇一個就係為着神嘅心？我哋要神嘅心，為着神。我哋希望講到誇張啲就係拋頭顱灑熱血，保羅嘅說話嚟講就係我為神癲狂。但係喺唔同嘅階段、唔同嘅歷程裏邊，我哋都有我哋嘅軟弱，有我哋嘅喜好。但係呢一個心係喺我哋任何嘅階段都必須要有。喺菲尼哈嚟講，當其時神話因他為神有忌邪嘅心。今日我哋有冇為神有乜乜嘅心？有冇為神大發熱心？有冇為神嗰種熱誠？有一首詩歌其實好好嘅，不過有啲人唔係咁中意古老嘅詩歌。有一首詩歌就係話為我，
你捨什麼？為我哋主耶穌撇棄一切，為我哋佢上咗十字架，經歷咗好多嘅艱辛，為佢我哋捨啲乜嘢？我哋都有我哋嘅唔同嘅一份，可能有嘅多啲，有嘅少啲，但係最重要嘅唔係你有幾多，最重要嘅係我哋有冇咁嘅心。好啦，我哋簡單嘅有小禱告。主耶穌，我哋感謝讚美你，求你得着鏡頭前邊，包括小子，也許喺不多嘅將來，我哋會暫且唔能夠一齊同行，但係求你得着我哋鏡頭前面，包括小子，喺呢幾年我哋同行，我哋一齊彼此，我哋能夠多啲嘅去認識你嘅自己。孩子亦都將我喺你面前所經歷、所學習嘅，亦都喺大家面前去分享，多多少少有一啲嘅表白。神啊，求你得着我哋彼此，繼續喺往前嘅路上邊，可能喺我哋人生另一個階段裏邊、新嘅歷程裏邊，求你繼續嘅拖帶住我哋，好叫我哋雖然一個又一個嘅夢想唔能夠實現，我哋為着你嘅所發嘅熱心，所渴慕你要得着更多，或者甚至乎你嘅神嘅家能夠得着復興嘅。雖然一個又一個嘅幻滅，但係問題，求你保守我哋嘅心喺你面前仍然存着純一。我感謝讚美你，聽我哋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好啦，呢條片到呢一度啦，我哋下一個信仰分享篇再見，拜拜。